自从2023年3月12日撒利教会主日礼拜，咱做伙来听读圣经。撒母耳上卷第3章第10节到21节。上主搁来徛地，亲像前几若遍安尼叫：撒母耳，撒母耳！撒母耳应讲：请讲，你的奴仆在听。上主甲撒母耳讲：注意听，我要伫以色列人中间做一项代志，互听到的人拢行一条。伫迄日，关系以利的家，我所讲的代志拢会实现。我有甲伊讲，我要永远审判因即家。伊知伊的囝有犯应该受咒诅的罪，阁无甲因谴责，所以我对以利的家咒詛。以利因即家的罪，用生礼祭物嘛袂当得到赦免。撒母耳困到天光，开上主的殿门。撒母耳毋敢将异象甲以利讲。以利叫撒母耳讲：我的囝撒母耳。伊应讲：我伫遮。以利讲：上主对你讲甚物？你毋通甲我隐瞒。你若将伊甲你讲的对我暗砍一句，愿上帝加倍甲你责罚。撒母耳就将遐话拢甲以利讲，无对伊隐瞒。以利讲：伊是上主，上主会照伊看做好的去做。撒母耳渐渐大汉，上主甲伊同在，互伊所讲的话，逐句拢实现。对但到别是巴，所有以色列人拢知撒母耳确实是上主的先知。上主继续伫示罗显现，上主伫示罗用伊的话启示撒母耳。以上。以利甲撒母耳，列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以前有人对部分的长老甲牧师信仰甲行为并无好的见证，就讲第一，乌噜噜篡关长老甲牧师。当然，这并毋是圣经的话，是教会内的一句俗语。毋过这也提醒，无论是做牧师、传道师，还是长老执事，咱的言行举止应该着谨慎，做基督福音的好见证，毋通反转，因为言行的无好势，致使信徒绊倒，也是互会外的人士批评攻击基督信仰的负面新闻。当然，这也毋是干那针对长老甲牧师。咱来看《彼得前书》第4章17节，遮讲：审判的时到啦，上帝家着大声受审判。上帝家是指教会。那安尼，你我咱拢是教会的一份子，所以无论是你，无论是我，也是任何一个教会中的人，咱拢大声要伫上帝的面前受审判，看咱是好树也是歹树。当然，这对咱生命所结出的果子是好是歹，也会决定咱伫上帝的审判台前是通受恶恼，还是会受刑罚。这也是任何一个人要面对上帝生命的终局。咱伫今仔日要
看要读的圣经的范围是撒母耳上卷第2章12节到第3章21节。伫遮最主要是祭司以利2个囝，对比撒母耳的服侍。上帝前后有2摆，第一摆透过一个上帝重用的人，这过去翻译做先知也是新人，用伊来警告以利。第二摆呢是透过少年人撒母耳，伊有听见上帝声来警告以利，互以利通印证上帝要刑罚伊2个囝，审判伊的家，这是千真万确的预言。大先咱来看分段第一段，这所在讲到着以利的囝对照哈娜的囝，第2章12节到21节。祭司以利生2个囝，大囝叫做何弗尼，小囝叫做菲尼哈。因为祭司是世代传承的职务甲工作，所以以利的2个囝自然也诚做是祭司。总是圣经讲，因是匪类，是歹人。因主要的恶行甲罪状，就是表示上主无守祭司处献祭的肉的规定，以及甲会幕门口做工的妇人人做伙困。嘛有圣经学者解说，这2个囝因是学迦南宗教淫乱祭典的行为。即款代志并毋是一工两工的代志，是定定发生，而且因的做伫上主的面前是非常严重的。因已经是烂搁发出恶臭的程度。若是撒母耳伫2年以后，就受伊的爸母以利加纳甲哈娜送去到示罗祭司以利遐，自细汉就学习怎样服侍上帝。后来伊的老母搁生3个小弟，2个小妹，也拄好是照祭司以利的祝福来成就。第2段是第1章22节到26节，遮讲到以利对伊的囝的警告。咱若看伫第4章的18节到22节的所在记载讲，以利已经年老，而且伊身材大箍。伊做以色列的士师40年，伊的囝甲伊死的时阵呢，细汉囝的新妇也拄好难产生一个囝。咱若照呢来推测，有可能以利伫未少岁的时才生2个囝，大囝何弗尼有娶无娶，咱毋知。毋过细汉囝菲尼哈伫以利年老的时才娶某，新妇也已经怀胎，准备要生囝若定。22节讲，以利已经年老，伊听到伊的囝所做歹代志，才甲伊的囝警告教示，总是因毋听老爸的话，这实在是真悲哀佮讽刺。则讲已经真老，为什么以利2个囝长久以来为非三做？敢讲以利拢无看见、无听到，到真老才知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有可能伊想讲，2个囝
是少年人毋捌代志，等因较大汉，家己就晓想，也是讲囡仔自细汉就歹教，毋听话，到伫食大汉，愈来愈歹管教。毋管怎样，现在上帝亲自管教，而且是要收拾因的性命。伊伫对伊的囝的严厉警告的话，也诚侪，是旷世的金句名言。伊讲，人得罪人，上帝会甲伊审判；人若得罪上帝，啥人会当替伊辩护？总是囡仔撒母耳虽然也日日大汉，毋过也甲即个以利的两个囝形成强烈的对比。圣经讲，以利的囝天怒人怨，毋过撒母耳上主甲人哪听伊。第三段是先知预言以利的家要受的灾祸，第一章27到36节。有一个无记名的先知来甲以利警告，佮预言，因为伊成囝较赢疼上帝，所以上帝会互伊两个囝共一日死，只有留一个后代勉强通做祭司。若是大祭司的职位会阁转互对上主忠实的祭司家族来担任。第四段是撒母耳领受上帝话，担任先知的职事。第三章第1节到21节。少年的撒母耳伫祭司以利的指导下面学习服侍上主，甲听受上帝的启示。伊也坦诚对以利讲，以利家的罪是永远袂当得到赦免的罪。以利也坦然接受上帝的裁决甲将来的刑罚。伊讲，伊是上主，上主会照伊看做好的去做。伫19节到21节，遮真了紧讲，撒母耳渐渐大汉，上主甲伊同在，互伊所讲的话，逐句拢实现。对但到别是巴，所有的以色列人拢知撒母耳确实是上主的先知。上主继续伫示罗显现，上主伫示罗用伊的话启示撒母耳。也就是讲，当撒母耳开始做先知服侍上帝的时，以色列史的时代黑暗时期渐渐要过去，要成做是天光的早起时。伫今仔日咱所听读的圣经节，对咱有甚物款的启示？头前咧讲到着，圣洁是上帝对教会根本的要求。圣洁是上帝对教会根本的要求。台湾长久以来受中国式政治文化感染，普遍掠做水清掠无鱼，做官若清廉，食饭着搅盐，认为贪污甲收红包办代志。只要莫想超过出错，就袂有甚物代志。总是私底下人民也强烈期待会当出亲像包公即类不为公权、大公无私、秉公行义的司法官，会当扫除乌金、为民除害。所以类似的古装戏容易引起共鸣。也代表官场一向都是乌噜噜较济。毋过，
咱咧读圣经摩西五经，尤其利未记，非常强调的是，上帝是圣洁的上帝，所以既然属于上帝人甲物件，也拢要求圣洁、清气、公义。更何况是侍奉上帝的祭司甲会幕，搁较需要搁较悬圣洁、清气的标准。总是以利的两个囝竟然藐视上帝，败坏宪制的规定，公然将神圣的会幕当作是私人享乐作威作福的所在，搁创情淫乱，大大惹怒这个上帝得罪上帝甲人民。即款伤天害理的情形，作为士师也是大祭司的以利，竟然长期放恬恬毋处理，所以上帝就出手彻底来整顿以利的家，导正伊的圣会。咱咧读四福音书，也看到四福音书也拢有记载，主耶稣赶出伫圣殿卖物件换钱的人，清气圣殿的代志。只不过强观福音是记载主耶稣伫传福音的尾期，也就是伫受难周的期间来做这个代志。若是约翰福音真特别，伊是放伫头前伫耶稣开始传福音的初期就做这个代志。强调的时间点无共，毋过用意共款，就是袂使互上帝的圣殿变成做是贼收。彼得前书第2章你嘛着做活石，互上帝用来去做属灵的殿，搁做圣洁的祭司，通过耶稣基督献上帝所欢喜属灵的祭物。第9节讲，毋过恁是受拣选的种族，王家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上帝的子民，要互恁通宣扬上帝伟大的作为。这位上帝有调恁出黑暗，来入伫伊灿烂的光明。教会是上帝子民的家，是诚侪主圣洁无瑕疵的新娘，所以咱毋通做鸟鼠仔，搁放鸟鼠仔屎。第2，着听上帝赢过听至亲。有一位不知名的先知对以利责备讲恁的家受拣选做尊贵的祭司，执行上神圣的服侍，总是我所命令伫我的厝献的生礼祭物，恁是安怎甲因吞踏？你看中你的囝较过头尊重我，竟然准因对我的子民以色列献的祭物，摕上好的去食甲肥卒卒。其实这也毋是干那对祭司也是神职人员的提醒甲警告。主耶稣也对咱教士讲，听爸母赢过听我的，无资格缀我；听囝还是查某囝赢过听我的，无资格缀我。毋拿家己的十字架来缀我的，嘛无资格缀我。圣经教示，咱着爱友好爸母，爱疼惜儿女。毋过若过头看重亲人，较赢过疼上帝，这就无资格诚做是主的信徒。这也是咱爱诚深来
反省甲实践的信仰课题。一直听伊的囝过头伫听伊所服侍敬拜的主上帝，甚至挺身伊的囝，披着圣洁祭司的身份甲外袍，专门做一寡匪类甲下流的代志，结果伊甲伊的家庭受连累、刑罚甲咒诅，这实在是真毋值。第三，遮讲到着爱做上帝光明的儿女，着做上帝光明的儿女。撒母耳自细汉到青少年的期间，可能1-10冬的时间，拢甲伊哩全家做伙住。毋过撒母耳并无担染着伊哩的无能昏庸，也是学伊的囝同流合污，变成做匪类，反倒让伊专心学习，怎样成做一个专职的服侍者。而且，伊也确实真侪一个真优秀出色的先知、祭司甲士师。以后写作部分的册，真侪日后圣经的一部分重要的资料。撒母耳有好阁水的属灵品格，以及资质来学习怎样敬拜。服侍上帝，追求进步，所以圣经形容讲，囡仔撒母耳日日大汉，上主甲人哪听伊。圣经路加福音第2章52节也形容咱的主耶稣的智慧甲年岁哪加天，上帝甲人嘛哪听伊。约书书第5章。第8节到第10节讲，恁前伫黑暗中，毋过现在已经成做属主的人，伫光明中行做，就有光明今日的款式。光明所结的果子是逐款的良善、公义甲真理，就查出什么是主所欢喜的事。结尾来讲，伊哩虽然是一个失败的老爸，也是无称职的祭司甲士师，毋过嘛袂当抹灭伊是一个真好的老师甲教授。伊教育栽培撒母耳，成做一个上帝所重用的祭司、先知、士师，也诚侪建立以色列国的奠基者。原咱也学习。撒母耳虽然伫罪恶黑暗的环境中长大甲成长、受教育，毋过伊保持圣洁的生活甲服侍，也诚侪上帝所重用的车赛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啊，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阮也伫早起所。听读学习的圣经的中间，知影撒母耳虽然伫无适当的环境中来长大大汉学习，毋过伊只有敢单单仰望主，也多多来学习怎样来用心灵甲真实敬拜上帝。后来也成做主你所重用的人，求主也看顾帮助，互阮的人生也伫黑暗中会当诚侪主你光明的车赛。阮安尼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上帝会行做伴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，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，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，荣光归到万世，代代无煞。阿们。